大家可能第一時間諗起舞龍舞獅，但其實同樣屬於香港非遺項目嘅舞貔貅，喺好多喜慶場合啦，一樣都睇到佢哋嘅身影㗎。今晚我哋請嚟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學生事務總監劉銳業博士，同埋世界英學國術總會主席陳漢傑師傅啦，帶大家認識呢一項既神秘又熱鬧嘅非遺文化。歡迎晒兩位！歡迎兩位。首先咧，想問下劉博士啊，其實咧貔貅係乜嘢嚟嘅咧？而舞貔貅嘅起源又喺邊度嘅咧？其實貔貅咧喺中國古代嚟講咧係一種歲獸嚟嘅，咁我哋傳說嘅人都話佢係冇屁股啦，係有入冇出，咁寓意可以招財進寶啦，同埋可以擋煞嘅用途咁樣嘅。咁時至啦都會係喺客家嘅文化啦、客家嘅圍村上邊啦，其實都會有一啲宗族嗰啲嘅喜慶啦，形成一個凝聚嘅能力咁樣會係。嗱，跟住同陳師傅傾下嗱，聽講貔貅嘅外觀咧都非常特別嘅喎，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形容下？好啊，嗱，其實貔貅呢個外形咧就好似依家呢度咁樣啦，佢咧就係一個窩形咁樣嘅樣啦，咁突額啦，咁三隻角中間嗰隻特別大嘅，有青鼻啦，又有血舌，咁睇落去咧好兇猛，有時又好怪異咁樣嘅。舞貔貅呢一個嘅項目咧，應該咁講，幾時傳入香港嘅咧？同埋喺乜嘢場合咧會見到佢嘅出場嘅咧？大約咧就係喺新界嘅圍村會見到啦。咁1960年代嘅時間咧會見到嘅，咁就比較活躍喺大埔啦，跟住就去到荃灣啊、粉嶺啊、上水啊、北區嘅，去到元朗嘅，一路發展落去啦。咁公開表演嘅時間咧，大概係1970年嘅時間啦。咁我哋會亦都喺1970年咧就有個公開嘅表演啦。咁就見到有好多嘅，譬如喺自由搏擊嘅時間咧，就會有啲間場嘅表演出現嘅。咁而喺街頭依家見到嗰啲表演，通常都係大節日咯噃。大節日嘅時間通常都喺圍村裏邊嘅一啲喜慶啦，例如新年啊、打醮啊，咁亦都有啲天后誕啊、賀誕啦、譚公誕啊都會見到嘅。咁舞貔貅咧，同大家平時睇開嗰啲舞獅啦，咁其實舞麒麟最大嗰個分別係咩嘅咧？舞貔貅咧，佢嗰個以故事性為主嘅，咁咧故事裏邊咧就有啲趣怪啊、詼諧嘅，咁佢會有其他嘅配角咧一齊去三者融合一齊嘅，例如大頭佛啦，同埋青猴啦，咁三樣嘢咧就會喺個故事裏邊咧又爭奪一啲香包啊、香囊啊，咁中間咧有啲趣怪啊、好趣味嘅情節咧出現咗嘅，咁配合啲手法啦同埋腿法咧，令到個故事咧更加豐富咯。咁見到咧，其實喺畫面咧都見到有啲貔貅嘅表現啦。但係有冇啲特別嘅花式啊，或者招數咧，可以同我哋介紹下，等我哋認識多啲咧？係啊，咁其實咧，因為先頭都講啦，貔貅咧就以客家人玩嘅多啦。咁每一家都會有佢自己嘅客家嘅功夫嘅。咁我哋自己咧就玩南鷹爪嘅。咁所以咧就會配合咗我哋南鷹爪嘅一啲手法啦，例如搓龍珠啊，同埋一啲叫做前獅手咧，就令到佢個舞配合咗喺個舞動嗰度啦。另外我哋有8種嘅馬步啦，12種嘅腿法咧，就加入咗喺貔貅裏邊，令到個下盤咧玩嘅時候咧，去表達更加豐富嘅。係，相信都會好靈動啦。劉博士，我知道咧，你哋出咗本啊，有關於舞貔貅嘅書。其實你覺得佢對傳承呢個非遺嘅項目咧，有咩意義咧？其實喺傳統嚟講啦，其實舞貔貅啦，其實一直都係喺圍村同埋武館發生啦。咁覺得舞貔貅係一種好神秘嘅活動，以致到我哋好難揾到一啲傳承人啦。咁後尾喺2014年啦，我哋非遺辦啦，咁就將佢列入一個表演項目清單嘅。咁就得到佢嘅加持之後啦，其實就令到多啲人認識呢個舞貔貅啦。再加上我哋寫咗本書之後啦，咁其實更加多啲人認識呢個舞貔貅啦，咁讓我哋嘅舞龍、舞獅界同埋貔貅麒麟嘅人啦，能夠可以推廣呢個中華文化嘅項目咁樣嘅。當然傳承好重要啦。咁但係喺保留佢個舞貔貅個核心精神嘅同時咧，其實會唔會都要諗咧？要加啲乜嘢新嘅元素入去，去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咧？而家好興我哋講一啲叫做高科技嘅沉浸式嘅體驗啦，利用一啲叫做虛擬嘅實景啦，俾人哋展示啦，點樣去有一啲舞貔貅嘅方法啦。咁與此同時啦，好多人都會覺得武術啦，同埋一啲服裝啦，有一啲嘅視覺嘅效果啦，同埋會係希望能夠做一啲叫做故事嘅劇目，能夠加強啦啲人對舞貔貅個認識同埋興趣咁樣嘅會係。
咁劉博士嚟緊呢，仲計劃咧係點樣進一步繼續推動呢個冇皮丘嘅非遺文化呢？我覺得一切都要從一個青年教育做起啦。我哋點樣將一個嘅冇皮丘啦帶入一個校園嘅生活上邊啦。咁與此同時咧，我哋都希望揾到一啲推廣嘅中華文化嘅 KOL 啦，就能夠可以咧推廣呢個嘅皮丘啦喺一個社會同埋一個社會媒介上面啦。咁希望再加上政府啦同埋我哋嘅武術業界啦，能夠可以一齊同我哋學術界可以一齊能夠將一個冇皮丘發揚光大咁樣會。咁真係要問下陳師傅啦，你冇咗皮丘咧都咁多年40幾年啦，係咪？你自己有冇啲咩諗法咧？點樣去再推廣俾我哋嘅下一代，或者俾社區更加多人去認識咧？咁以往冇皮丘咧，就以我哋武館咧為主軸啦。因為我哋咧冇皮丘咧，通常咧我哋都係用武術嘅基礎為主嘅，所以以往我哋咧都係以武打功夫啦，係為我哋嘅目標，跟住咧就再附加一啲冇皮丘嘅活動嘅。咁時至今日咧，就呢一個推廣咧就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咧以往我哋喺圍村嗰度大咧，喺圍村嗰度發展咧，咁所以武館都喺圍村啦。咁而家嘅圍村咧，其實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嘅噪音啦嚇，同埋嗰個範圍啦，咁啊會可能影響到即係其他嘅民居啦。咁而家咧就所以咧，我哋一定要跳出呢個框框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要推廣呢個冇皮丘咧，我哋必須要係走出社區啦。咁好在咧就得到咧非遺辦咧喺2014年咧列入嘅清單，將佢咧變成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個清單，亦都得到咧劉博士咧呢啲學者咧就幫我哋咧就大力去推廣啦。所以我哋咧就應該要會將佢推廣去小學啊、中學啊、大學啦，咁啊做多啲工作坊啊、展覽咁樣啦。係啊，相信咧有大家咧嘅鼎力支持咧，一定可以將冇皮丘呢一個嘅非遺項目咧俾更多嘅人去認識嘅。今日好多謝兩位咧上嚟同我哋分享，而我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拜拜。